春天一到咧，加拿大多個城市開始被粉紅色花海包圍。由溫哥華、多倫多到維多利亞，滿地可櫻花每年盛放嘅時間雖然短暫，但總會吸引大批市民打卡、散步、野餐。歡迎收睇生活觀察所。今集帶大家睇加拿大賞櫻熱點，亦講一講櫻花點樣由日本嚟到加拿大，成為春天最有代表性嘅風景之一。講到加拿大櫻花，溫哥華可以話係最有歷史嘅城市之一，當地係加拿大最早接收日本櫻花樹嘅地方之一。1925年，日本神戶同橫濱市長將櫻花樹贈送俾溫哥華公園局，用嚟紀念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服役嘅日裔加拿大退伍軍人。根據溫哥華櫻花節嘅資料，當年有500棵奧租田品種櫻花樹被種喺 Stanley Park 紀念碑附近。到1930年代至1950年代，隨住日裔加拿大社群捐贈同參與，溫哥華開始種植更多櫻花樹。現時全市有超過4萬棵櫻花樹，每年春天都會分批盛放，令整個城市變成粉紅色花海。不過，櫻花喺加拿大嘅歷史亦唔只係美麗同浪漫。1935年，溫哥華日裔商人兼慈善家 Bunjiro 同 Kimi Ueda 為慶祝溫哥華金禧紀念，再捐贈1000棵櫻花樹。不過到1942年，日裔加拿大人被強制拘禁同遷徙，Ueda 一家亦被迫搬離。櫻花樹後來先陸續種下，亦成為紀念日裔加拿大人貢獻、人性同歷史不公嘅象徵。賞櫻本身就源自日本花見文化，櫻花喺日本稱為 Sakura， 象徵希望、更新同短暫美好。因為花期通常只係維持大約1星期，所以每年盛開嘅時候，大家都會相約喺樹下賞花、野餐，珍惜短暫嘅春日景色。至於加拿大賞櫻地點，溫哥華當然係首選。熱門位置包括 Stanley Park、Queen Elizabeth Park、Bird、SkyTrain Station 一帶，以及多個市內社區。溫哥華每年亦會舉行櫻花節，將賞櫻變成城市級春天活動。喺多倫多最出名嘅賞櫻地點就係 High Park， 每年4月底至5月初，櫻花盛開時都會吸引大量人潮。除咗 High Park、Trinity Bellwoods Park、Centennial Park、Broadacres Park、多倫多大學校園以及 Toronto Islands 都有櫻花可以欣賞。Toronto Islands 更加有大約30棵櫻花樹，適合想避開市中心人潮嘅市民。如果去到卑斯省維多利亞、James Bay、Beacon Hill Park、Fairfield 以及 Victoria Clipper Ferry Terminal 一帶，都係常見賞櫻地點。Butchart Gardens 每年春天亦會展出大量花卉，除咗櫻花，仲有其他春季花海可以欣賞。其他加拿大城市亦都有櫻花蹤影，例如愛民頓可以留意 Alberta Legislature Grounds、Victoria Promenade、French Quarter 等地。尼亞加拉區就可以配合櫻花、花鐘、植物園同酒莊行程一齊安排。滿地可則可以去 Montreal Botanical Garden、Avenue McGill College 同 Park Jean Drapeau 一帶賞花。至於渥太華，櫻花數量相對較少，但係 Central Experimental Farm 仍然係其中一個可以碰運氣嘅地方。如果想睇大規模花海，5月嘅加拿大鬱金香節亦係另一個春天重點活動。櫻花最吸引嘅地方正正係佢短暫，每年只係開一段時間，風一吹雨一落，花瓣就會跌晒落地。所以賞櫻最好留意天氣同花況，盡量避開大雨同強風日子，亦可以選擇平日早上減少人潮。影相時亦記得唔好截枝、搖樹或者踩入花圃，保護樹木，先可以令更多人一齊欣賞。由日本送嚟嘅櫻花樹到今日成為加拿大多個城市嘅春日風景。櫻花背後唔只係打卡同美景，亦承載移民歷史、社區記憶同文化連結。每年花開都好似提醒大家，春天終於嚟啦。